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正月1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康雄竹。新闻开始来关心美中贸易战小年半，台湾时间今日透早有重大进展。美国总统川普也有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伫咧北京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中国答应讲，未来2冬会向美国买2000亿美金的商品。若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扣的天发性的关税，要等到第2阶段谈判结束了后才会撤销。美国总统川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行上中台，美中贸易战18个月了后，北京伫美国时间15举办仪式，正式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场仪式甲过去无同，有75分钟，佮邀请200人出席。 Today we take a momentous step, one that has never been taken before with China, toward a future of fair and reciprocal trade as we sign Phase 1 of the historic trade deal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川普强调，这是历史性一天，美中斗阵修正过去错误，替美国劳工农民带来更加好的未来。伊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无偌久就访问北京。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Xi, who is watching as we speak, and I'll be going over to China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to reciprocate. 刘鹤这宣读习近平的批，表示虽然中美的卡步无共款，毋过伫和平甲互相尊重基础之下，斗阵达成协议。这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世界。这是一份互利共赢的协议，中方 愿与美方相向而行，我愿与你保持密切的联系。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答应未来2年向美国买2000亿美金的商品，若中国企业卖伫未来2年一年买400亿美金的农产品，美国会强迫中国，遂做出重大的经济改变，亲像要求中国减少对企业的不公平补贴。毋过美国对3600亿美金的中国商品扣的处罚性关税，嘛暂时保留，会等到第2阶段谈判完成才撤销。记者综合报道。 大家乡亲，做伙来去现报纸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航空业去年经过2摆罢工，中央航空过去4年平均拢会分4个月的年尾奖金，也毋过今年求水只有2个半月。若华航嘛因为技术罢工，赚较少，鼓励金按27000减做12000，备案奖金3万块，3月份才会发放。 来看《联合报》，后礼拜就是旧历过年，过年要试手气。台彩是宣布讲，春节的彩券总奖金有8亿。大乐透自小过年的开始到1月初2，连续11天会开号码开奖，是创下上长的纪录。 来看《苹果日报》，王立强强谍案，澳洲的学者公布一张对话的图，是国民党副秘书长蔡正元甲一个细孙的生理人2个人的对话，讲愿意交换条件，换王立强去甲民进党。 来关心中国武汉的肺炎，虽讲无增加新的病例，也毋过即马有发现一层厝内烧坏案例，是一对翁仔某。世界卫生组织讲，即款2019新型的冠状病毒，可能爱人甲人相接触的时较晚近，才会互相传染烧坏，所以挂喙安就会使预防。 中国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到15为止，累计病例要维持41例，当中6例，一个人死亡。不过，煞有一层家庭群聚感染。武汉市一对翁仔某当时染病，翁婿捌伫咧华南海产市场做工课，太太煞无接触到，因此世界卫生组织推测，2019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有限度人烧坏。From the information that we have, it is possible that there is limited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potentially among families. But it's very clear right now that we have no sustained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台湾专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打红发现的时，拢是对有限度的人烧话开始，不管是 SARS 也是 MERS 拢同款。特别注意的是，当无接触市场的病例愈来愈侪时，像泰国嘛出现一例，显示病毒有可能发生突变，传播力愈强，疫情有可能扩大。病毒只要一直传给新的人，它就一直累积新的突变。 当它累积的突变运气好之后，累积成一个有效率的突变的时候呢，它的传播速度就会变快，那疫情就会变得更大、更难以控制。
台湾疾管署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出入通风不良的公共场所，含呼吸道镜头的感染者保持1公尺外距离，就会当降低感染的风险。建议是在1公尺之内，因为说这些的最可能是主要是飞沫的这样的传染。那飞沫一般而言的话，并不会超过1公尺。疾管署强调，继续加强边境检疫措施。到目前为止，武汉直航入境班机的登机检疫已经执行25座航班，有9个人符合通报，其中7个人已经排除，另外有2个人等咧检验。台湾派去中国武汉考察的2个专家，嘛按算下晡回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政治说分明来关心2020大选，总统蔡英文摕到史上上侪票，817万张票。未来两家的关系要安怎发展？总统蔡英文伫咧接受英国 BBC 访问的时，伊讲：咱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或者中华民国台湾，嘛讲中国若要拍台湾，爱付出正大的代价。2020大选，总统蔡英文成功连任。伊早起伫总统府进行选后第1届的公开谈话，伊讲到为了维持政局的稳定，已经甲行政院长苏贞昌留落来，嘛签署反渗透法的公告，重申反渗透法不是反对交流。构成要件是非常的严谨，只要不是受到中国政府的指示、委托或者资助，都属于正常交流，不会受到影响。民众如果还有疑虑，我已经要求行政院要做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请行政院相关部会持续的宣导，避免民众因为不了解本法的内容，产生不必要的恐慌。为着维护国家安全，蔡总统推动反渗透法，嘛，互未来两岸的关系备受外界关心。伊接受英国媒体 BBC 的专访，呼吁中国爱面对现实，嘛愿意甲中国对话，但是台湾的主权无谈判的空间。We deserve respect from China. We don't have a need to declare ourselves an independent state. We ar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s already, and we call ourselves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we do have government, and we have the military, and we have elections. 蔡总统讲到过去3年，中国不断加强对台施压，搁有香港所发生的代志，互大家知影中国的威胁是真正的。伊拍拼避免互中国生气，但是嘛无排除中国会对台湾动用武力。You cannot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a war at any time. But the thing is, you have to get yourself prepared. Invading Taiwan is something that is going to be very costly for China. 选后的两岸关系要安怎行？蔡总统用8字：和平、对等、民主甲对话。但是如何具体？蔡总统表示，希望中国会当为这届选举对台湾人民的意见甲意志有真正了解，嘛会当对因的政策进行检讨。记者台北综合报道。那昨昏，中国国台办有开记者会，针对这摆咱台湾的选举结果做回应。国台办讲，民进党政府无要承认九二共识，才会害两间的关系恶化，无法度对话。嘛强调，台湾的前途要由全体的中国人共同决定。2020总统大选，总统蔡英文以800万票超过57%的得票率连任成功。蔡总统提出和平、对等、民主对话8字。认为是两岸重新良性互动、长久稳定发展的关键。在选后两岸关系正受注意，中国国台办伫15正强硬回应，强调民进党政府上台了无承认九二共识，是造成两岸关系恶化、协商对话中断的根本原因。挟洋自重，不断抛出充斥两国论的分裂言论，肆意攻击大陆，煽动两岸敌意，升高两岸对抗，这是导致两岸关系恶化、协商对话中断、台海形势更趋复杂严峻的根本原因。国台办也坚持，台湾前途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态度正强。严过各界关心，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冲击这边选情，在选后两岸关系要安怎进行？两岸政治协会一份上新的民调显示，将近60%的民众支持中共应该甲民进党重新对话。学者分析，中共顺时组在大选进前对中国外长王毅，抑个国台办主任刘结杰，伫咧对台外交甲两岸关系上的操作不利，提出批评，认为伫过年后，北京对台湾的手法会较软。台湾这次大选，这个可以说是狠狠的在习近平脸上打了一个响亮的巴掌。
啊，就是说呢，你的一国两制，台湾民众不买单。所以我认为他接下来也会比照香港的模式，采取一个比较软的一个措施。在未来将近4个月的过程之中呢，我相信呢，有许多的台面下的对话，或是看不见的呢这种呢对话呢是会产生的。学者认为，支持两岸对话的民调数字得到跨纳力的支持，建议蔡总统会当自国内纳力对话开始，建立一定的共识，作为甲中国重新对话的重要依据。记者综合报道。这摆国民党选书，昨昏国民党开中常会，党主席吴敦义带以及主管总辞，尾也有通过这个辞职案，嘛按算3月初7要补选党主席。那过渡期是由立法委员陈明忠代理秘书长，中常委林英德来代理党主席。没有能够达到胜选的目标，我要讲一句，我愧对我的职责，所以我要感谢大家，也道歉，谢谢。选举了后，国民党召开中常会，党主席吴敦义带领党务相关1级以上的主管请辞，伊一方面向全党的同志感谢，另外一方面搁在会室内以总辞来担起败阵的责任。中常会经过2点外钟的讨论，通过吴敦义的请辞案，伊出来接受支持者献花，不过对安尼的选举结果无满意，搁加讲。不是领导有错吗？没有错，因为我也看不到，名单没有错，完全总辞。为了维持党部的正常运作，中常会同时通过由立法院党团总调陈明忠来做代理秘书长，补选党主席也有新任中常委的日期，搁定伫3月初7。常会结束之后，因为是一个总辞的状况，确实我们今天并没有一个代理主席的产生，这是一个目前的状况。但是呢，为了让党务能够延续下去，目前呢会由曾明忠总召来代理我们的秘书长。不过，甲拄仔宣布完，自称中常委佮随后举行临时中常会，因为认为陈明忠无运作党的资格，决定由中常委林荣德来做代理党主席。中常会嘛同时对败选检讨7个因素，包括讨厌民进党无法度赢过芒果干，两会论调无法度掌握话语权，无法度因应东海变局。另外，有一个网军带领风向来影响着候选人的形象，无法度争取中央选民的认同。高雄市长胜选的模式无法度搁做一届，选前的策略有错误。另外，党内无团结，也有不分区名单无法度符合外界期待，也有国民党无受到青年选民的认同。2020大选失败，国民党激起亲总派斗志，在中常会召开的同时，嘛一直在场外抗议。国民党的未来要如何整合、重新出发，每一步拢是考验。记者台北综合报道。那总统蔡英文昨昏是甲副手赖清德登去民进党中央，向党部的人员说道谢。蔡英文强调讲，虽然是摕到817万票的支持，也毋过袂使靠势，爱化解对立。另外，民进党的秘书长罗文嘉、副秘书长林辉环是讲，因已经达成总统连任、立委过半的阶段任务，所以嘛宣布辞职。我年轻，我体贴。党员拜归拜欢迎总统蔡英文登来后头出，这是2018年年底蔡总统甲党主席辞掉了后头一届登来民进党部。蔡总统甲赖清德15去民进党部慰问辛苦的党员，除了强调讲要化解对立是上要紧的代志，嘛阁强调讲伊得到817万票的支持，袂当干化做人民对执政团队无条件的支持，所以讲对人民的照顾袂当减少任何一部分。这些不同的原因不能被简化成人民对执政团队无条件的支持。就像我在当选的那一晚说的，支持我们的人我们感谢，没有支持我们的人我们也理解。跟府、院、铁三角各自发挥功能，进分进合击，守区域联防，让蔡英文总统拿下了历史的先高。民进党宣战拍赢，秘书长罗文嘉甲副秘书长林辉环15是以达成总统连任、立委过半的历史性阶段任务，向中常委请辞。达成我们设定的目标，总统连任，国会过半，守护台湾民主，所以我们的任务达成，我们觉得非常高兴。那我们的工作也该告一段落。
党内人事有变动，嘛一直风声讲内阁要改组。苏贞昌内阁总辞了后得到慰留，外界所点名经济外交内阁表现不好，内阁敢是因为安尼来调整嘛引起讨论。施政我们要随时都是机动灵活，团队合作接地气，所以政策人事都是随时检讨因应。虽报苏贞昌强调讲内阁的人事是滚动式检讨，毋过嘛强调讲各员拢真用功，得到立法院的支持，才会当做出一寡成绩。人民用选票互执政团队鼓励甲肯定，所以嘛要继续拍拼替人民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水气有较减啊，只剩桃园以北有的所在会喷雨手，落毛毛雨尔尔。大部分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透早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各地温度有较低。今日透早上低温是伫咧南投只有10度9。啊，若日时开始温度会回升，北部、东半部有局部地渐雨。啊，若其他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北台湾高温有22度到25度，中南部的高温是26度到28度。啊，若明仔高中生要考大学啊，学测的头一天，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会落雨，可能会感觉湿湿冷冷。拜六北部的雨才会较停，也毋过东半部的考生嘛是爱穿好雨帽甲雨伞。虽然温度有得爬悬，也毋过伫咧合欢山待14架线3000公尺以上无拍到日头的路段，路面也是有结冰，所以昨昏就发生几若件自用的，也有奥多拜出去的意外。气象专家讲，拜六礼拜阁有一波冷空气会到位，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阁有机会会使落雪。这个轿车掉伫咧结冰的路无法度震动。车顶的人赶紧落来，后壁警察想要斗相共，边仔有车掘出去。第14港线39公里，往落阴山庄路行的路段，路面真侪所在结冰，工务单除了派工停车路边，自15日到1点，限制有挂细电的车才能行。夜间因为考量晚上这个状况不明那如果积雪我们会立即去做铲雪虽然温度回升。合欢山区15有一寡路段的结冰也未退，造成一寡车失控的意外，也互警察机关正无形。工务单讲，第14港线36.8公里到41.7公里的路段，下到5点到第2港的7点风险。伫梨山15透早有出现今年以来上低温度零下2度，天气冷对农产品也好。现在的温度差不多18度，每天的早上差不多都零下差不多1度到2度。梨山古洞讲，这份温差大、水气高，伫山顶落雪结霜结冰，对果子树袂歹。气象专家讲，这边冷气团因为东北季风减弱，水汽低减少，关山温度慢慢回暖。拜六另外一道冷空气来，落雪机会变悬。另外一波冷空气下来，那山上有一点机会，但是预估它的雪量不会那么的多。气象专家讲，自拜五开始，温度会搁再降，也有一寡水汽。有高伫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可能落雪，也毋过量袂多。就平地温度差不多15到17度，民众爱注意温度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昨透早，高雄南马溪有一搭工厂失火，消防人员到位的时，青外边厂房拢在烧，因为乌烟直透冲出来，臭味吹向南高雄，空气品质有够歹。伫透早6点外，大火乌烟一直冲起来。现场是高雄南马溪一寡联动的工厂，边仔就是大楼，50公尺远又有加油站。消防局出动80多名警消拍火，2点钟久内把火势控制。火虽然伫咧北高雄，也毋过连南高雄拢闻得到味。前顶区2个空气品质测站有传出红色警戒，左营大寮林园是感觉是提醒。针对这4家的一个工厂，我们也做相关的一个稽查记录。那后续如果有违反相关的一个空污法的一个规定，那环保局会依照空污法32条第1项第1款的一个规定来进行裁罚。环保局讲，现场有接到大量的高烟粉碟的污染物，会依照空污法罚10万到500万。也因为迄当阵透北风烟是飞到南高雄，已经要求学校医疗院所等区域加强防护。严估平台认为反应伤慢。
市府是定称市长韩国瑜早起陆军的行程10点半结束，就赶到现场，10点40就到会场掌握进行。几乎是大楼的建筑都看不清楚的这个状况。然后呢，第二个大家反映是不是哪里失火了？自己家里失火，还是附近哪里失火？还是有什么样的放鞭炮？怎么会这么样的恶臭？然后呢，结果都没有看到相关这个市政府的说明。在早上7点45分，立刻启动了各局处的协调汇报。那经由我们环保局启动通报之后呢，由官方的脸书，还有相关媒体 LINE 的群组，以及环保局的网站、广播电台、电视的跑马灯，发出空污的警报。市府强调一切拢符合通报规范。环保局伫咧中昼了也汇报讲，火警现场无乌烟，风尾也无怪味。不过伫中昼过了，地表的温度升悬，空气流动，国家海防撤入去市区，空气会变好。前顶区伫咧火警了，有捌出现红色警戒设站，下昼也慢慢恢复到普通等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美国众议院今日表决通过，要弹劾因的总统川普的条文，要送参议院。参议院上紧爱伫咧1礼拜内开始审理，也毋过因为参议院以共和党是多数，所以川普方定罪机会无悬。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228, the nays are 193. The resolution is adopted and without objection. 美国国会众议院15通过，弹劾总统川普条文送参议院。川普是美国第3个向弹劾面对参议院审判总统。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美国总统未当超过法律，那是滥权迈向追究责任。This is about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important for the president to know, and Putin to know, the American voters in America should decide who our president is, not Vladimir Putin in Russia. So today I'm very proud to present the managers who will bring the case, which we have great confidence in terms of impeaching the president and his removal. 川普向指控乱用权力，要求乌克兰调查可能变总统大选竞争对手民主党前副总统拜登，各妨碍国会调查行动，阻止民主党众议员要求取缔证书甲文件。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已经指派众议进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伫弹劾审判领导起诉工作。不过对团环证人的问题，麦康诺无让步，暂时表示上紧下礼拜二展开实质审判。Well, I think we'll be dealing with the witness issue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into the trial. And I think it's certainly appropriate to point out that both sides would want to call witnesses that they wanted to hear from. So when you get to that issue, I can't imagine that only the witnesses that our Democratic colleagues would want to call would be called. I can't predict whether we'll have witnesses or not. At first, everyone said no. McConnell seemed to rule the roost. We're in better shape than we were a few weeks ago, but there's no certainties here at all. 这是2020年美国政坛的第一场大戏，审判可能到2月初。不过川普无做机会真大，因为110个参议院，共和党有53席，民主党有47席。话宪法规定罢免少数2/3，也就是67票，佫差真济。记者综合报道。台北航空有一架飞行机对美国洛杉矶起飞了后，无偌久就发现讲引擎故障，赶紧翻头要飞转去机场。为着要减轻重量，是哪飞哪甲油漏掉，刷破伫咧下边的学校，有14间学校受影响，造成60个人受伤。客机的机身两边喷出真侪油，一架台北航空偏号 DL89号班机，原定14中昼对美国洛杉矶飞往上海，起飞了无偌久，发生引擎故障，飞转来机场紧急迫降。不过客机降落进前下掉真侪油，影响到14间学校，造成至少60个大人，也有学生受伤，出现目睭疼、皮肤发炎，也喘气困难这症状。而情况上较严重的是，离洛杉矶国际机场东边大约26公里的公园大道小学，当时有学生正伫上体育课，囡仔一开始以为是落雨，后来知影是油了后，惊甲赶紧四处走。医护人员需要到现场来进行治疗。加在每一个人的伤势算轻，无需要送病院。With our school here in the city having the biggest impact,
We have been advised that 20 children and 11 adults reported minor injuries of skin irritations and have been cleared, but none were transported to the hospital. 卡迪市市都上任的市长对台北航空真不满，伊即期为安怎要伫学校的所在来下游，而且即间学校边就是市政厅。台北航空表示，有客机需要紧急迫降，为着因安全降落，必须将这油下调减轻重量，最后也迫降成功。机顶149名乘客甲15名机组人员平安无代志。有民众翕到当时的情形，客机降落前在低空飞行状态下来下油。专家表示，一般飞行员至少应该在一般应求高度才法度甲油下调。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发出声明，表示已经对这件代志来展开调查，并且讲出入美国主要机场的飞行机拢有一套特定的下油的程序，也就是飞行机必须在无人所在的所在来下油，而且爱保持较悬的高度，油才在落地进前无划分散开。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乌克兰的国际航空的飞行机和伊朗射落来，有人即马甲监视器的画面传起哩社群网站。经过专家的分析，即马确定讲是互2粒飞弹去射着。虽然翕到画面大部分拢是暗暗，不过意外会当看到有2道火升到飞机的天顶，尾仔就2变爆炸，显示2粒飞弹拢射着客机。外电引述专家的话讲。飞机技师迄当阵抑阁想要越头互飞机飞转去机场，不过也未降落，就摔伫咧附近的路残，最后造成机顶176人全部往生的悲剧。专家也讲，第一粒飞弹就破坏飞机顶的信号传输，这也是飞机摔落进前信号就中断的原因。因为往生者内面有82个人有伊朗的国籍，所以伊朗伫咧爱岛活动所演变成这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因为压力，政府是改变本来好任的态度，讲会由高阶法官做特别法庭审理。حادثه‌ای که من فکر می‌کنم در تاریخ کشور ما بی‌نظیر بوده، هیچ وقت نبوده که یک مسئول پدافندی ما، یک افسر پدافندی ما در کشور ما نسبت به هواپیمای مسافربری، اون هم در پایتخت کشور، در مرکز کشور، کنار فرودگاه بین المللی همچون خطایی رو مرتکب شده باشه. 伫罗哈尼讲谈话了几点钟，伊朗司法单位就宣布已经逮捕纪录会可能涉案的人员。افرادی هم بازداشت شدن. رسیدگی مراحل اولیه کار خودش رو داره طی میکنه. از لحظه شروع کار هنوز حدوداً 72 ساعت کار قضایی ما گذشته. 这件代志是伊朗对自伊拉克美军进行报复性攻击的几点钟后，伊朗官员讲，少数班机离伊朗的军事基地伤化，误射的可能性真悬。不过外电引述专家的话讲，这台民航机并无过度偏离一般民航机的航线，所以规件案情的内幕可能也该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日本，日本的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伊的后生嘛是即卖的日本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去年结婚，伊即卖是宣布讲，伊按算要申请2礼拜的育婴假。伊是望讲，会当带头推动查甫人嘛会使顾囝这款例。镜头转来国内来关心乌英直升机失事，造成参谋总长新一名在内有8将士不幸过身。国防部伫咧举办公祭了后，昨昏宣布新的人事调整。外界上界关心的参谋总长这个课是由海军司令部司令黄树光上将来做。伊是推测江南国造重要的人物，是海军官校68年班。那伊的课海军司令部上将司令是该由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执行官刘志斌上将来做。那国防部商务处长齐延朴中将会去做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的执行官，嘛会升做陆军2级的上将。国防部讲，齐延朴的国防战略规划，也佮有兵力结构的调整，伊是做过大代志的人。那这个人事案，这3个人事案，今仔日就会生效。国军伫咧过年前有加强战备的演练，陆军伫咧高雄，空军伫咧嘉义，拢有做演练。模拟敌军用机械方式攻击，高雄陆军第8军团总监564旅随反击。
二轮发烟车就随出动，现场规个烟蓬蓬扰乱敌军视野。因为有烟的暗号。5号 CM11 战车 CM33 分白驾车挖进敌方，自结手是上阵时间抬死敌军的指挥官，一概就甲犯人的目标抬死。5.64路联合兵警营结合各种全场的官兵，验证一个营地当出去战斗的目标。今年的研兵营编成之后，它强调的就是它能够平战相结合，军种以及兵种能够相互的协同，所以强调的是组织能够快速的弹性编组，这个部分。在营级的部分就可以单独遂行作战的能力。2架是公布。这条便列飞行官随请装备冲击力 F-12B 战机，360秒完成紧急升空。战机就来甲敌军相接，红灯专案除了甲 F-12AB 战机升级做 F-12B， 而且嘛采购画面上这个 AIM-9X Block 2向尾抓空对空飞弹。伊有先发射了后，再个锁定目标的功能，和 F-12B 有360度全方位的攻击能力。家己空军第4联队表现出战力，另外嘛因为空中直升队就编伫咧第4联队，进前乌鹰直升机失事地数爱全面检测。国防部讲，乌鹰即马已经正常执勤。目前飞机的各项特别检查都已经完成，国军的战备任务以及各项的救护都不会受到影响，一切都已经恢复正常。军方强调保卫国家甲人民的决心，伫咧旧历过年进前进行加强战备的操演，就是要表现出平常时战斗训练的成果，保卫主权的军力，让台湾人会当安心来过年。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高文哲即马伫咧澳洲访问，台北市甲布拉格做姊妹市无到7日，中国的上海就发表声明，谴责布拉格，讲伊咧挑战一中原则，嘛遂宣布要甲布拉格扯断因姊妹市的关系。若即马外界拢在要讲，安尼敢会影响今年台北甲上海的双城论坛？伫咧台湾时间1月13日，台北市长郭文哲和捷克首都布拉格市长正式签约，成做姊妹市。这是引发中国不满，对这件代志，人继续伫咧捷克参访的郭文哲表示，城市之间的交流应该爱建立伫咧互为互相。我觉得大陆方面不应当说去决定布拉格说他可以跟谁交朋友，或是不可以跟谁交朋友。我想这个不必要，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甚至到最后呢互相谅解。这不仅适用在两岸之间嘛。上海和布拉格的关系紧张，这是不是会影响到今年要伫咧台北举办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呢？郭文哲认为双城论坛是两化交流重要的活动，无涉及到主权会继续办理。伊也表示对两化政策会维持亲密友中的原则。我想也没有理由不办，基本上我们还是对大陆方面表示一个友善的态度，但是我们还是会坚守我们的主体性。身为民众党主席的郭文哲，未来会带领5位民众党的立委入去国会，接下来要安怎伫咧拿捏两大党的局势，互政见有落实的空间。郭文哲强调，会先解决民生的问题，按照议题来讨论。只要国会议员讲得出道理，民众党一定无分党籍做伙合作。记者阿敏金、吕玉水综合报道。5G 的竞标总标金，即马已经冲破1380亿。NCC 表示讲，因为业者拢无要烧量，才会予这标金直塌起日头抢悬。毛学者批评讲，竞标的制度有欠点，无规矩定来。也毋过 NCC 讲会尊重市场的机制，所以竞标会继续落去。5大电信业者相继伫标5G，什么人也无想要让。暂时总标金即阵已经超过1380亿。NCC 坦白讲，上热门的3.5 GHz 只有27个单位的并款，数量绝对无够。也过当初 NCC 就已经鼓励业者结盟合作，大家共同使用并网，不过业者中间无互相基础，互建会依法不可收拾。其实这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已经充分讨论，能考虑到都已经考虑到了。那业者之间他们彼此不相让，或者彼此某些程度的不理性、不够冷静，这个也是事实。NCC 也否认竞争制度有缺失，强调要标进前，甲业者做了真侪讨论。制度甲全球同款，不过学者认为，就是这个竞标的设计有缺失，才会衍生出这种局面。建议 NCC 是不是心中来考虑废标？政府应该要废标，因为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其实是有瑕疵的。那在国际上，捷克就有相关废标的这个案例。
也毋过 NCC 甲行政院长苏贞昌拢表示，经表示市场机制，政府会尊重，只是暂时总标金一直冲悬，顶有电信业者成本也伫咧来有关，是毋是可能影响到5G 的资费呢？竞标是市场机制，那我们对于汇率也会为人民严格把关。尽管政府也面上免烦恼电信收费的标悬，不过学者讲，到尾嘛是用伊的土故伊的饼，业者的标金成本一定反映在未来的手机资费。竞标拢要冲下断崖啊！既然各界拢认为即阵的天价无合理，为安怎袂用在即阵打动啊咧？记者综合报道。台北道路差真久啊！昨下晡案件阁送去环保署的环评大会，支持开发甲反对开发的乡亲，拢有去环保署开记者会。落尾经过10多分钟的关门审查，有修正通过。反台北道路开发的民众甲环保团体先甲布条揪起来，讲开发案无法度解决塞车问题，敢若会对土地造成大迫害。这就是北台湾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跟文化景观，不应该有一条快速道路开进去，开膛破肚，破坏了淡水。支持开发的地方面的代表是强调，阮需要一条救命道路的红布条，强调台北道路一定爱去的理由。所有里长中站出来，代表淡水区的所有的里民、所有的人民，非常迫切的需要这条道路，也很卑微的要求。这个案件进入闭门讨论，敢若用10几分钟就审查通过。知影结果了后，支持者是拍破反呼。而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今年年底动工，环保团体是表示不排除，搁再提出拍行政官司撤销结论。如果我们年底动工，算一算，也要到快112左右，希望尽速的解决交通拥塞的这个痛苦期。那在换了一届环评委员之后，大家就好像当作没这件事儿一样，就把它通过了。我们是感到非常非常的遗憾。环保团体批评，环保署甲进前反对这个案件，所谓无听话，环评委员拢铁换，这个决定对台北道路开发案即摆会顺利过关，影响全部暴露出来。记者综合报道。那苏花改的车拄通车，高路总局就宣布讲，上紧会伫咧民国111年完成环境影响评估。那准有通过，后一个阶段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上紧会使伫咧民国119年完工。花莲的乡亲是真支持，因不共款，环保团体真烦恼。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上早是交通部政务处长吴玉林，伫去年11月7日。总统蔡英文写在苏花改工程时阵所提出，这项简称苏花案的工程内容是要延续苏花改也未改善的路段。这个案件去年12月20日行政院已经核定，就等环评。我们初步规划最快要到111年，当然环评还要顺利了那我们针对一些比较敏感地区都尽量去避开掉。那河人到崇德这部分，应该它毕竟在国家公园，后续的环评我相信还是一段艰苦的奋战。对。苏花案是针对东湖到南澳、和平到河中、大清水加总这3大路做安全提升加路线优化工程。不过因为无伫咧苏花改2010年环境影响评估范围内，而且也有国家公园，所以争议性真悬。对苏花案是不是应该做，地方的看法也分做2派。加码提出苏花案，也在选前这个时刻，而且可行性评估其实比以往都做得更快速。我们认为是跟选举有直接的关系。苏花案如果没有启动的话，让有些路段可能未来也有可能会有风险。那我们当时希望政府可以让整个苏花公路变成一个安全的道路。交通部强调，会加强环境生态、文化资产调查，也个保障地质探勘等工作。若是让伫111年年底进行完成环评，苏花案会让伫119年完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伫中华公路顶头的观光加油站，是咱全台湾海拔上界悬的加油站。经过5个月的整修，即马阁开门做生意啊。另外，游客上界期待的，伫咧加油站嘛有伫卖，人讲伫咧云顶头卖肉粽，嘛是即马找价香港开始卖啊。为电哥提出小复活肉粽，伫海拔2374公尺观光加油站，地点真远，温度又搁低，这个肉粽都变旅客上温暖的安慰。因为在高山上面能吃到热的东西是很幸福的事情。
观光加油站伫台北线中华公路是往来合欢山其中一条热门的路线，因为附近差不多拢无店家。7年前伫员工的建议之下，开始卖肉粽，想袂到受到游客欢迎，个不少人都是专工来吃肉粽的。然后每一粒米好像都有吃到那个肉汁的香，那天气很冷，然后吃这个好温暖。食了乌鲁甲的特质，一粒35块肉粽，有包肉，佮有香菇，用素食米代替糯米，大工平均会当卖100到120粒，比一工平均到50车次来加油搁较细。正常完成的观光加油站，也要继续做游客上好的伫半路中休困的所在。经过很多风雨无阻，这样子好不容易把32年从未整修过的官员加油站重新整修成新容貌。然后也是为了要给游客更多的、更好的服务品质。32年的老加油站外观变甲精新，无变的是旁公共的肉粽会继续卖落去，互旅客食好饱，嘛温暖因的心。记者综合报道。全球网咖的大代志，法国的国际网咖展览会伫月底开始。咱文化部嘛有伫遐设一个台湾馆，而且已经是第9档啊。望讲咱台湾的网咖，咱台湾的创作，会当互世界看到。The thing that supports me to continue making cartoons is that it's something meaningful. 希马维尼摕棍仔吐 NBA 的芳寿，阁有手提炸弹的总统蔡英文，甲几落个亚洲的政治人物，阁有美国总统川普关做伙。画网界的艺术家陈晓涵作品大部分拢伫咧讲亚洲的政局，而且口说的意思真重。阁有共款嘛是甲创作内容甲传统社会当中较少接触的概念结合的，阁有伊。2次元跟3次元还是有点不同啊。其实百合漫画在台湾是蛮久的，只是商业漫画真的还是很少。就是跟 BL 比起来的话，我的目标是想要把百合结合在其他类型的漫画。日本漫画风格粉红短短，是甲洛丽塔甲少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做结合，得到真侪民众娱乐。而且这挂作品全部拢会伫咧今年法国安哥兰国际漫画节内底公开。就像我们的在政治言论，在任何的其他的言论上，都不会有什么所谓的禁忌。漫画的创作也完全是呼应着这个趋势，表现出创作者个人的热情，怎么自由的土壤，怎么能够孕育出来的热情。文化部第9年组团参加展览，就是希望会当互台湾新生代的漫画艺术家，会当透过现场创作、版权推广、交流等等的活动，开创国际能见度，推销台湾漫画的软实力。记者综合报道。咱岛水里的上岸梅区，因为海拔悬、雨水高，真迄个所在梅花是开甲水当当，做伙来看。月白梅花开甲规大片，按半空中看落去，宛如绒毯、风雅佮高贵。这是南投县水里乡上岸村的山坡梅区，因为这带海拔悬、雨水高，佮有够寒，所以现时梅花当着时，花开的状况有够好。今年比去年好很多了。怎么说可以？那气候比较冷。还有下2波的雨，像这样。民众去到上岸村看梅花，唔奈当闻到花的香气，因为当地梅花拢无处化学药剂。一世界才有听的蜜蜂无用的采蜜的声音，人行伫梅园，感觉规个心情拢真爽快。唔奈花开甲水佮好，树的形态嘛真特别，吸引袂少游客行脚到，眼界一个。连续来了3年，看的心情就很好啊。这里真的。比那个其他地方还漂亮。其实赏梅随人而异嘛。那我们是喜欢看这个梅树的这个形，觉得这个地方这个梅树的形很有个性。农民表示，因为天公有保庇，今年梅花开甲比往年更较好，更较赞。民众若想要看花，着把握这个时阵。另外嘛，欢迎乡亲买梅仔做的产品，支持这个用心种梅花的农民。记者综合报道。新华报尾啊，来看桃园市政府是宣布讲，桃园的人口已经有225万人，桃园升价这5档，人口加超过20万，因为真侪台北人刷去遐，因为台北的厝较贵，租金嘛较悬，所以搬去桃园生活，而且桃园伫去年生育率嘛是全台湾排头顶。
无因伫招呼人客冲泡饮料，女先生原本伫台北开饮料店，因为台北租金真贵，有时3年前搬到桃园来开店。台北相比，就是房租大概1/3，可是生意量大概是1半，可是加减还是有得赚。林先生原本是台北人，3年前结婚了后，考虑台北厝价伤贵买不起，有时甲结后搬到桃园这栋小公寓，租一3人的小家庭。那台北的房价真的太高，看不太下去。对，然后就刚好我们对这一带也是蛮熟的，如果不塞车是大概20-30分钟。除了开车来回台北方便，对新婚小家庭来讲，桃园市的生育津贴也是诱因之一。2019年全台6都出生率，桃园市出生率10.22%，是6都第1名。第2是台北市出生率8.08%，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出生率拢在7%。桃园市是全台湾发展最快的城市，到昨天为止，桃园市的人口已经超过225万人。那我当市长5年，增加了大约20万人。2019年，桃园市1日人口达到105690人，扣除迁出人口，净迁入要18000多人。随着人口快速成长，活络桃园在地生活圈也带来不少的商机。记者综合报道。若讲到咱国内的经济是外口冷冷，也毋过内底烧烧。咱台湾国内的内需真好真旺，特别是零售业，今年拢有赚。其中超级市场去年营收有可能会破2000亿。欢迎光临咖啡第2杯半价。阮从伫徛过巷仔内底，小小店面看起来无大，商品就是啥物拢有。除了饼、脆食面、饮料等，也用卖线装的米，也佫有鸡卵，加上离徛过近，真侪妈妈讲，若是厝内底人无多，像这款的小超市，买起来是真方便。因为人口少，你买太多的话，那个米又容易坏掉。这个大概是5斤吧，吃完就再过来，就方便就好了。也毋过讲到超市要一个品牌，卖物件无输大卖店，加上分店上多，常常推出真俗商品，不少民众爱来ซื้。因为都是买一些干货啊，什么杂货之类那些的，就是方便嘛，对啊。而且它价位有比一般的那个百货公司里面的超市价钱便宜。国内超市经济真发展，根据经济部统计处资料显示，去年全台湾超市店数总共有2286间，3大品牌内底全联就有989间，搁再来是美联社699间，顶好208间。观察超市主要卖的商品，主要是食品加饮料，占的比率大约70%，其他也包括家庭器具、药品加化妆、清洁用品加商品，占的比率无多。现在这小家庭比较多嘛，那你现在的那个量买的量就不需要这么多，因为现在的超市都深入这社区型发展嘛，所以那个民众就会往超市买这样子。超市连续17年正成长，也过经济部统计处表示，业者近年来面临经营困境，主要是劳动成本提悬，加上介绍竞争激烈，趁无这些因素。另外，电商兴起，超市受到冲击，未来超市营收要继续创下新高，恐惊是愈来愈无简单咯。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日本，日本因为即马人口高龄化，也个囝愈生愈少的少子化，要做农、做传统、做事的人，即马年岁愈来愈大，所以人力就较欠。所以即马呢，因的农业是采用换这摊起的新产菜色方式，做伙来看卖。日本有名系统跟软体开发公司 Sprite 独立生产美国野菜已经14年，即摆是全球美国野菜有名的生产商之一。全く農薬の方も生育工程一切使っておりませんし、本当に自然の太陽の代わりに、代わりになるものでこういう電気を使って、で土の代わりになるもので肥料を使ってるんで。传统农业伫面对人口高龄化甲集中都市的相同威胁，真侪电子产业公司开始使用3D 农法种蔬菜。3D 农法就是伫有限的空间，将生产菜色面积由平面改造 3D 塔做伙，真细空间就能生产真侪菜色。Sprite 京都的生产工厂一天能生产3万丛的美国野菜，因为生产差不多全部自动化，工作请差不多30个人，做整理作业甲采收都会当营运。大規模でできることがまず一つあるのと、天候のそういう暑い時、寒い時の影響が受けないので、野菜にとっても非常に安定して生育できますし、人間も
1年通して快適に作業ができるというのが一番のメリットだと思います。假是这套生产系统应用真济人造光，伫使用能源比自然太阳光高较细，啊，毋过用水量却较无传统农業一成。単位面積あたりの生産性ですね。とか1年間に8回転して、同じ野菜がこう8回も作れるとか。であとはその多段にしますので、その場所スペースの有効活用とか。目前 Spray 拍算伫东京附近的新电气市场，挖掘都是运销。按照根据业界统计，日本目前已经有差不多200个用人造光生产的青菜工厂，虽然大部分拢是小规模，啊，毋过预计到2025年，工厂的数量会增加1倍。记者综合报道。有科学期刊是刊讲，去年2019年是海洋的温度有史以来上悬的一冬。海洋的温度悬会安怎？会害死海底的生物，嘛会造成这海水涨悬，造成天灾地变、风台做袂煞。这个世纪有可能有100多万人会因为这款问题有落无厝。根据科学期刊《大气科学正典》所刊登的上新研究。2019年所测到的海洋温度是有记录以来上悬的一年，比1981年到2010年的平均温度还阁悬做摄氏0.075度。这项研究的第一作者也讲，在过去25年来，全世界海洋所吸收的总热量，相当是36亿粒广岛原子弹爆炸。The ocean's temperatures warmed by 0.075 degrees in 2019, which might not sound like a lot, but the amount of energy that's needed to be absorbed for it to rise like that is astronomical. The single-year increase in stored energy between 2018 and 2019 was equivalent to 394 million Hiroshima bombs. 研究也显示，在过去5年，同时也是有记录以来海洋温度上悬的5年。高温除了让海洋生物，譬如讲珊瑚、鱼类、甲海藻消失，也造成海平面上升，让烟花做大水，产生更加侪飓风，造成严重的灾情。This is irrefutable proof that climate change is happening, and it's happening on the oceans first. Concretely, this could result in more floods, more droughts, more wildfires. So the early beginnings of which we're starting to see, for instance, in Australia, coral bleaching, sea level rises, which will no doubt impact low-lying cities. 气候变迁的情形伫咧短期内无乐观。联合国政府之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就伫去年发表报告，警告讲，伫这个世纪底，沿海地区恐惊有几落100万人因为海平面上升，会无所在通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了解新天气，今仔日水气有较减，大部分的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那明仔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北部、东半部会转冷，嘛可能会落雨，会感觉湿湿甲冷冷。所以来关心今仔日的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4度，上悬至17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4度，上悬至15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至18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至16度；外岛的温度上加11度，上悬有至11度。接下来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